浴室寶有咁多功能，到底有咩分別呢？ Panasonic 浴室寶為你嘅浴室貼心預設4大功能。浴室寶嘅熱乾燥模式，幫你烘乾濕嘅衫褲。沖涼嘅時候開住佢，亦可以暖身，夠晒方便又貼心。開着涼乾燥模式，佢就識得吹出涼風，同時換返啲新鮮空氣入嚟，保持空氣流通。換氣模式嘅抽氣量強勁，濕氣同異味都冇得留低，仲變相抑制毛菌滋生。當然唔少得暖氣模式，只需要短短幾分鐘時間就可以加熱成個浴室。浴室寶至方便至貼心，一年四季都用得，無論屋企有老人家、小朋友定係有寵物嘅你都啱用。浴室寶有窗口式同天花式兩種選擇，另外新出嘅 model 仲有 Nano EX 功能，有效除菌脫臭添。Panasonic 浴室寶全面貼心，令你同家人全年都有一個舒適嘅溫馨浴室。Panasonic